约翰福音第10章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要入去羊巢，无对门入，对别所在搬过去的，是贼，是强盗；对门入去的，则是羊的牧者。过门的甲牧者开门，羊认得牧者的声，家己的羊，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。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，行伫羊的头前，羊就缀伊行。因为认得伊的声，因一定袂缀生分人，颠倒袂走开，因为因毋捌生分人的声。耶稣甲因讲即个譬喻，毋过因毋知伊在甲因讲甚物，所以耶稣阁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是羊的门。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，拢是贼，是强盗。羊袂听因。我是门，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，会安全，通出出入入，阁会找到草场。贼来，一定是要偷窃、要杀、要毁灭。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得甲真充足。我是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。互人请的毋是牧者，羊毋是家己的。伊一个看到豺狼来，就甲羊放地，逃走。豺狼将羊夹去，甲因赶线。伊逃走，因为伊是互人请的，无真正关心羊群。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捌我家己的羊，我家己的羊嘛捌我，亲像爸捌我，我嘛捌爸。我为着羊放杀性命，我也有其他的羊，无属这个羊巢，我嘛一定着带因来，因为听我的声，嘛会成做一群，归属一个牧者。爸听我，因为我放杀家己的性命，通阁得到性命。无人抢我的性命，是我自愿放杀，我有权通放杀，嘛有权通阁得到。这是我对爸接受的命令。因为耶稣所讲这话，犹太人阁起分裂，因中间有真侪人讲：伊犯着鬼，精神失常，哪着听伊的话？另外有人讲：犯着鬼的人袂讲这话，鬼减话开失明的人的目睭。耶路撒冷拄在庆祝献殿节，迄时是冬天。耶稣伫圣殿的所罗门走廊伫行，犹太人甲耶稣围地，对伊讲：你要互阮猜疑偌久？你若是基督，就照实甲阮讲。耶稣应讲：我已经有甲恁讲，恁毋信。我奉我的爸名所做的代志，得为我作证。毋过恁毋信，因为恁毋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缀我。我赐因永远的活命，因永远袂灭亡。无人会对我的手甲因抢去。将羊赐予我的爸，比一切较伟大。无人会当甲因对爸的手抢去。我甲爸是一个。犹太人阁摕石头要甲伊钉。耶稣对因讲：爸叫我做真侪好代志，我已经有做予恁看。恁是为着倒一项要用石头甲我钉？犹太人应讲：阮要用石头甲你钉，毋是因为你做的好代志，是因为你亵渎上帝。你不过是人，要搁自称做上帝。耶稣讲：恁的律法敢毋是有记载上帝讲？我讲，恁是神，圣经的话永远袂改变。既然上帝称呼遐个接受上帝的话的人做神，安尼，我是被分别做成，搁差遣入世间的，是安怎我讲？
我是上帝的囝，恁就讲我亵渎上帝。我若毋是伫做我的爸的代志，恁毋免信我；我若伫做爸的代志，虽然恁毋信我，嘛着信我所做的代志，通互恁较实在爸伫我内面，我伫爸内面。因阁想要甲伊掠，伊就脱出因的手离开去。耶稣阁过去约旦河对岸，到较早约翰甲人洗礼的所在，伫遐住。有真侪人来见耶稣讲，虽然约翰无惊神掠，伊所讲一切关系这个人的代志，拢确实。伫遐有真侪人信耶稣。